啊，客家就名通的节目，我按照名大家都冇想到来，我安尼电篮球都忙前多年，我唱的真的是，我唱不出来了。哎呦，三妈，排戏了，排戏了！哎呦，出现了，终于出现了！哎呦，娘妹冇来，哎呦，沙啦，沙啦了，哎呦，唔免妹抢一条来啦，因为吼，你的节目啊吼，哪样讲，排戏抢一条来，你用啥按否？我们节目要入围金钟奖才请你们来，我们节目就因为入围了金钟奖，你啊抢一条6啥来啊？哎呀，我唔听你客家人呢。我客人，我大摆上节目就讲我係客人，哎叫啥我袁俊棠。大队台嘅旅游节目主持人上台演出，是有啲人嘅节目可能都有。莎莎按神奇嘅主持风格，当受到观众嘅欢迎。行家莎妈尝试我嚟参加临时演出，也两之外讲到有来有去，行家本观众欣赏。莎妈讲啊，虽然佢看慢出来，不过主持嘅功力绝对唔会输本莎莎。也拜就由莎妈来带吹，带大家转到我家南投新义乡出发了。其實跳板我哋撞跳當導行員，啊落去配啊，千萬袂講客，啊所以我對啥子假感糖就袂講，啊結果當我的聲音呢，我說我就全部唔要講啊，我就只會講 say money 安子 say， 然後還有我媽媽就是說，如果我遇到壞人或是不好的人的時候，就可以罵他賽包窮漢，這樣子就這3句了，其他我一句都不會，但是聽的話應該還可以一點點，如果他們慢慢講的話。莎媽喺南投新義鄉出世大業，唔過屋卡地度冇火房屋，故所頭下馬，佢帶啲人來到亞達嘅求救，莎媽真出現，聽聽就本 fans 保衛你。哇，哎，三媽，係你遐土，你落遐地方啊，真嘅哦，你遐空氣真動吼，山明水秀，又強，又強，你遐哪一隻村啊？你喺外吉村的村莊，有，村莊你好，你喺提判啦，你看佢俯視很重啊。哦，好帥哦，這個好帥氣耶！你這個事不做，你幹嘛？要尊重你鄉乜噶？我姓朱，姓朱，姓朱，朱元璋的朱。哦，像竹竿牙筒，我會蠻個筒。哎，我們是沛國堂，你看房子前面有寫沛國堂的，裡面的人就是姓朱。都姓朱，哎，香竹，想住，他媽一定要在海陸鄉再叫他。想住，可是要存咧 test 有乜解？你啊大部分啦吼，外個出嚟全島大部分攏就竹洞啦、桃園洞士啊、新竹啊、趁機差嚟嘅，梅葡萄攏係啲較重要嘅經濟作物。哎，檳榔妹吧？檳榔就較少啦，你啊攏較少咧。梅，嘿。葡萄，你今天不错，你就会学到2个腔，一个是那个四线，一个是海陆。莎媽當有面風，村長還親身來接我。做村長個，愛個村里度有一班客家人都係客人，唔過愛情同學還正經靠幫佢嘅。現正頭擺客人來到南投腳樂，多數嘅落實，冇黑橋嘅打算。故所火房屋較少，佢多麼簡單，將簽到一間服務嘅安天堂，家到咩喺來到呀，用喏多數嘅。用落好了，好出嘅機병誒，機병誒，我爸爸來是在機병。啊，真的，機병誒，伐木。哎呦，真嚴厲。積木板。跳板入來是在熱散節。我拍啊！拍熱散節。伊拍的吼，伊共同會則拍的，機병會則拍的，拍伊邊有警察看到的進嚟，甲動下擺。他說他這要鋸這個板子，他需要那個入山證，還有一個那個證明，說你是專門可以來鋸的，而且名牌，很名牌，而且那個名牌是警察看到還要跟他敬禮，那是很威風的，很威風的，走路是這樣的。對呀，哦。俺頭擺實手嘅強農嘅路燈，有唔少周邊嘅鐵橋，冇想到多數嘅沒有強用嘅好處啊！服務係對苗栗細過來嘅，一間安天堂雖然簡單樸實，唔過實空電自費。什麼？家善德，慈人還，
逢暖康泰满堂福，春门安乐子孙贤。哇！啊，对联有哪个有什么特色啊？要是上海苗路娘娘暗宠哦，什么？娘娘那不逢春哦，看到胡逢春哦，来新娘。好厉害！哎呦，你会创作哎？本莎莎按你陈述，傅太哥就唔好意思强奸社会。傅太哥係中度有名嘅藥草專家，今邊還當當準備嘅無強用療效嘅青草茶，還有果子水，我嚟請大家。一撒一關哈，謝謝。那火龍果哎，哦，那火龍果哎，是火龍果哎嘛，我還是它苦哎，它一个是苦的，一个是没有那么苦。這對肝很好，對不對？对肝的可能这边的，哦，這邊我需要肝的，好一點好就好，對腎比較好的，这真的它腎的肝。对肾好要讲小声一点，不然你会被笑，你还那么年轻。你看火龍果蜜豆牛排，这个好好喝哦。厚里呢？对，因为我怕你们这个会有点苦，所以我挑这个火龙果。红还有啊，它是不是还有里面加有别的东西吗？只有加那个蜜蜂，蜂蜜蜂蜜啦，蜜蜂啊，蜜蜂是變藥酒了。韓國人哦，糖捧嘅老捧糖，我分唔清楚。大家見識青草茶，見大仔股，原來服務老主管來台灣嘅客，啲淡水上來，過後使到苗栗市潭，做機油來落實，現正貼合子孫島，愛旭太太西東岸，故所富太哥夾把，要使到南頭去，服務對亞客，秋啲亞上見落燈。真嘅冇見大，係咪？看到董都啊，肉嘅頭啊，董都是紅瓦啊，那個金包椅，把它這種它保留得這麼好，其實不簡單。對呀，對。它那個天花板都那個煙燻，你看整個都黑金的，可見它這個香是沒有斷過的。對。拜這個觀音哦。對啊，可見我們客家人有多淳樸勤儉。勤儉。參觀安天堂搶色茶，富太哥講啊，其實係請人客嘅基本天天。今比東南的三位大明星來到呀，佢特別為小眾行個莎莎，準備嘅 VIP 嘅特別登錄哦。來到了位啊吼，舒下吼，哦，了位納涼，真嘅很舒爽，對，舒爽，你知道嗎？我聽有舒爽，就是很舒服的意思。大哥，啊，你的裝頭按醬用，冇搶下掉是裝頭，那一張的垃圾桶不了位做嘛？對呀，那地板薄呢，要麼裡面是一個寶，他說裡面是個寶，怎麼可能？就是有各式各樣的垃圾呀。大哥來看一下嘛，該。哇，你來看看，很香哦。哪有？這樣吃就好了。這是楊桃，是很鹹，很鹹嗎？哎呦，借我吃看，借我逼冷靜，借我吃看。真的好鹹哦。有點跟我們也轉一樣，幾個不錯的，幾個我去試。哎，這裡有解毒的，解毒的。看個按水zat停啊，你說那個小的按太太啊，個鹹音呢，來攞嘅啊，可是你嘛講的啊，幫佢溜跟風會掉來啊，哦，唔上印度臭啦，唔上音的。可以幫我翻譯一下嗎？唔講緊啊，長不大的，唔講緊啊。自細啲上次都睇嘅莎莎，難得看到含掉啲蘇當嘅西洋桃，遠唔係摘嘅一摘，上嚟吃食夾米絲，富太哥夾講做唔得，這種係西洋桃，上色會又酸又澀，愛如果真會好食，行家滷越久越香哦。所以你們都吃這麼鹹的？餅乾片，餅乾又湯，哦，又湯，它很順。哦，它有放鹽跟糖在裡面。我一下讓你們看，我整個眼睛都亮了。它這是好酸這是哦。醃製的。不過這個一般，你用蠻落你要加一點點糖，加一點點水嘅。你點咩做得啊？就落去，水就當係煮滾水啊，煮滾。也已經種咗東西，不出來。對。這個跟外面賣的都不一樣。不一樣，自家做的。因為外面感覺會有加一些那個香料。我跟你講，難得帶你回家，這個大哥，我們等一下一定要把它撈一些回去。好的。哎，你先喝原汁看看。繼續我
错哎，你看，你喝喝看，你喝够6盘，需要加水要。加水吗？有这么夸张？这边土条蛋仔在反应啊！小钟啊，你很冇禮貌哦！竟然滅莎莎媽來食羊頭水，也是係愛1比5偷水嘅呢，夾夾本件水啦！富太哥哥，現在小鐘還有莎莎都係做主持嘅條路，愛接講法，故所長老可以當久嘅魯羊頭拿出來分享，從頭食做嚟保護後連頭。其實也擺來到南頭，千歡喜嘅就係莎媽嚟。佢來電小鐘還有莎莎2、3人，萬乃嘅昂，見昂還見講定頭擺做生意嘅世界神奇嘅事情。唔過佢咩冇貼標題，按節目嘅目的，接下來強用愛搶主村長來帶路。哎，三媽，哎你阿煮你來了，鐵房係哪隻鐵房啊？來講，俺講啲這是凍肉麵的麵湯，很有名的名堂。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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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肉麵的麵湯，你唔是燙過，唔是看過啊？伊香嘛該？香。你要馬桶洗啊？地表哎，该太破啊！像外公在的時候，他是這樣哇，。怎麼樣？這假裝是個假裝木頭，哎這樣。哦，哎沒婆婆說不是這樣子。哦，他說是用火的。安尼啊，錯了。它只要有一點地，哎，有一點土，客家幫，就一點的土，哎，一點的青，這種，然後要採這個梅，你看。客家幫。嘿，我是懂的。是凍肉麵的麵湯，很有名的名堂。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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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肉麵的麵湯，你唔是燙過，唔是看過啊？伊香嘛該？香。村長，你給我想連姓連呐？連哦，連。姓連的客家人啊，我沒有遇過。問一下，你要喺哪邊來客家人好冇？哎，看一下阿婆出來，阿婆，你好啊，客家電視台啊，你看這裡有寫上黨堂鬆動頭，阿婆你要幾多歲咧八歲，哦，88歲哦。哦，我用問一下吼，甲可能了無啊吼，你動有歷史啊吼，你鬆動頭，可以香嘛該？相連，相連呢，姓連的。哦，你要去帶去幾個時間呢？佢都帶到3、4台嘢啊！現在你要第3、4台呢？喊我本食馬都，你是幹嘛的哦？你我食話10個雞哦。哎呦，好過氣哦！感人真哦。勁哦，真的好感人哦。生馬，你知道是什麼？你馬幹嘛？就是下馬。曾孫。曾孫，阿祖，已經做阿祖哦，哎，曾孫了。曾孫。阿婆哥，今條聯絡係對台中董事來嘅，老主公盤山高音，波水個陳友南海，將來到新義鄉。今條的董事本單就強諾，用多數位嘅本單，聯絡的新物，做嚟賺錢落實，沙定爭起火鳳物，就地大家打在嗰個時節，小眾發現了一類特別嘅東西。你要馬桶洗啊？地表哎，該太破啊！哦，地表呢？剛才就講鋸板的。所以是這樣子定着，這樣子鋸，這樣鋸。這個笑要拿起來，這個拿起來，這個拿起來。哦，這要拿起來。古董你看，這有在這裡。哦，哦，你這看個很重的。我擺個 pose，以前外公在的時候，他是這樣。怎麼樣？這假裝是個假裝木頭，就這樣。哦，好沒有。婆婆說不是這樣子。哦，他說是用火的。安尼錯了。哎呦，還有聽你講啊，三媽，頭擺牙不卡酸，動油錢錯冇？做唔係講動油錢啦，做得高啦。係啊，這時節太假冇錢做下，你對了？俺們是大吃腳，你有嗎？哦，都有鞋子可以穿，鞋子可以穿，然後我們也沒有吃過番薯飯。太假鬆坡啊吼，嗯，背書包冇書包，
哦，我们有啊，你有书包？你有书包？有啊，哇塞，你家境好好哦！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啊？你还有背书包？那下雨天泰嘎都淋湿了，你有？我们有雨衣可以穿。你雨衣有？这以前的你们不是都穿蓑衣吗？以前不是，嘿，刻板印象雨衣是按剪一件，那我们叫做嘎拉束。嘿。就这样绑着，头顶这样戴着就去学校。我们是可以有整件的，可以穿着去，我们不用那样。厉害！你看妈妈真给你对啊，有钱呢。所以以前伐木真的可以赚很多钱。头派对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外公家以前这个每一种他都有，后来是赫伯台风的时候被吹走的啊，整个土石流，屋子都灌满了，就。胡送我头派做到落来要基병的啊，我真给啊，妈做到穿到钱。头摆南投新义乡嘅读书业讲紧当好，路边嘅读书公告，记得唔係固定存錢，咪記得生態平衡，達到一條思維，就為各種一條思維，記得無貼標題，愛為子孫留下長山。一下嘅聯絡當然無個讀書嘅咧，唔過朴實嘅老婆婆，還有讀書嘅嘅 Q 加拉貨，都為佢段辛苦打拼嘅歷史留下見證。小姐睇同學，接下來要開始莎莎堅強嘅理由進入行場了。唔過主角還係啥嗎？我跟你講，有沒有看到這麼老長的梅樹？長得多漂亮！梅樹老長的，老長的人，我跟你講，以前種山的人有多困苦，多辛苦。用蠻夠。他只要有一點地，有一點土，客家幫，就是一點咩土，一點咩地，這種。你說種樹，唔可以種的浪費掉土地。對，然後要採這個梅，你看。客家幫，嘿。冇事冇冇。不是很快到。對，聽一下。哎呦。山林自然的、原野的，你看水聲、鳥聲、蟲聲，哇，哎，這聲音是最優美的，很舒服。哎，都市完全聽不到，要來到我的故鄉才有辦法。真吟哦，兩位聽紅真吟後。那梅子怎麼看得出來它是老長還是新？哎，聲音，小心，媽媽，小心，沙媽，不激動，在我的地盤，不要擔心我。你說，你看它的，這不要成為你最後一次的演出。哎，你看它那個根，哈嘎巴，你看，阿妹來提醒你，阿妹扣錢啊，阿妹看，進來住，哦，越粗就越老。哎，對啊，你看，它是。我跟你講，這就是人家說的什麼，人老話多，樹老根多。我今天才看過。一匹草，一條樹誒，都講得出道理。沙媽真見係山度台嘅聲音呢，一下沙媽帶大家來嘅係一下千樹歡迎嘅平賴休閒健行園區，就啲愛國村還有赤強村各地嘅素材，行個赤強村最有名嘅就係風開地位梅樹，帶引來嘅愛國村長愛執行公務先離開嘅，接下來換赤強村長了。啱先種班下來，先做幫山，先種幫山，哦，橫山，啱先迎川塘誒，哦，佢條班你會辦到了未來？啱講家下就該搬下來了，來強羅啦，那個樟腦啦，不是我們樓下地方，不是，樟腦就是伐木，伐木嘅就蠻講，地標咧，用在職業，還有一個用貓腰，這三大職業在這個地方。在後背東北宮嘛就北坡，哦，就北坡，北宮，有嘛個特別嘅地方。啱兩邊北宮嗬，幾間面拍攝嚟。拍攝咧，因為我街呢度嗬，等於種永遠就咁嘅香嗬，啲啱先哦，那個唔會變崩，唔會變崩，人會變崩，拍攝嚟。哦，呢邊佢咁樣即係拍攝咧，那就是很有可能哈，北坡係風色的，風色咧，北坡風色嚟，北坡風色，北坡白色的，算是神機哦，神機對。哦，我拜下，我要東面沙哦，比如客家人有名堂嗬，做的屬實啲懂好啊嗬，那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啊嗬。穿太長平安，陳村長講啊，聖節還唔單搶亞片，頭擺建都到慶典，搶北宮山做平安戲，
白宫头前嘅生苗片就會刺痛比法，做得搭一隻戲棚，還有200人嘅看戲嘅位嘅。想唔到嗬，對另外套路見來見呢片過後，附近嘅村民就一個一個搬走嘅。村民將白宮打蛋神，就攞佢作為榜樣來做盤，故所將會有一下嘅白婆婆。然後南投這邊就是常常都覺得每餐都吃好飽，而且飯後有很多小點心，然後可以去摘很多水果。然後我還記得以前有一年暑假，我媽媽有把我跟妹妹丟在南投幾天，對，所以就在這邊玩得很開心，就覺得這邊就是在森林裡面，覺得每天心情都好好。你要按照摸乳像啊！摸乳像，真的好！哎呦，真紧哦！我每天都要待在这里。不要走。这个来念哦，比較溫雅，這個摸乳像。摸它，摸它，改成一線天了。哦，可以啊，對。來看看有沒有。亮六杯。你小心，我需要你。你中國聽到摸乳像就暈了。急了，頭拜啊吼。摸很飯，921就打過來。又差不多大差不多30公分出來又。這麼多？哇，還有一個石頭卡在那裡。那個叫做飛來石。哦，叫那飛來石啊。飛來石的幾條章。那好像飛碟放下來的。然後小包都有啊，這些長有啊。你來就有嘞。哦，原來是有嘞，啊我現在下來啊。太次元嘅奇妙真見本人陳述，一線天還有比萊薩都係亞達嘅有名嘅景點。結果比萊薩鬼片嘅色標出現喺面頭前，陳村長講，亞片嘅天然色標係頭擺村民曬鹹淡前後嘅比所。樹洞嘅時節，附近嘅40人戶嘅村民就會排列嚟啲蛋糕曬泡菜、筍乾。啊咪愛啊！做啲行啲亞蛋糕啊，硬上貼片油蓮過後，韓國收表過後，有名到英國嘅景點出現了。媽媽一直都不怕高。對啊，高，我從小找到大高啊。我就跟你說，以前我們那邊我們在走吊橋的時候，有陌生人來啊，我們就這樣啊，不要臉，你不要這樣子，然後整個吊橋就這樣晃。哦，真的好高哦！是從生意時節啦，好行路啊，吼，講了主持節目，什麼？哎呦，大步走，幹嘛？又不是3寸金蓮。會講嘅啊，你按過可以啊？啊，兩杯我做淡不年。哎，你怎麼喝那麼少啊？在我面前對呀，多一點的。沒有，等下熬成罐的。哦，好烈哦！這幾度？45度啊！我們那邊我們在走吊橋的時候，有陌生人來啊，我們就這樣啊，不要臉，你不要這樣子，然後整個吊橋就這樣晃啊，那個陌生人，好恐怖哦，我們就在那邊好好笑，趕快跑。哎，你真好幼稚。我原本以為這玻璃吊橋還好，如果這樣真下去，這樣看的時候，我真的嚇到。這個有懼高症的各位朋友，我跟你講，真的要小心，懂狗啊，嚇死你啦！搬走，好了，老高一哦。啊哦，我兩位很等你講哦，快！你們先拍前面啦，我等一下，我要調整一下心情。太恐怖了，透明的，而且村長擦過以後不一樣。等你講哦。你不要來啦。村長你唔會講哦。走中間啦，走中間就不會啦。張媽敢走嗎？他敢。啊？多少？怎樣？沒有，沒有。只是傳這個，你給我多少，我就馬上走。好，拜拜，媽媽。哇，三媽走台步哎！哎呀，很強哦，你看看我。也有20成了暗歌呢，三媽竟然轉做伸展台來行台步，真件係真好打。陳俊忠咪搞起來喲，還手送三媽愛擺出講嘅 pose， 就像變作為線橋嘅最佳推演員，做嚟發行業啦咯。另外農民家啲跳高線橋檔搞到變出來，唔過也兩位後生人啊，一就我講下坡呀。可是我又很想看下面，你知道？你看下面。都來了，沒有看到這個樓下的景色也不太好。好高哦！你還看？哦，真的好高哦！
是种生意时节啦，好行路啊，吼，有种哦，好行路啊。换你们了，换你了，可以了，可以拍他了，不要，我太紧张了。拍他。啊，好恐怖！我赶快过了，他就可以过了。快！走！不要这样，是你大哥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我们好好说。有没有脚短？好恐怖！小东，你是不是男子汉？你嘛好强诶，西来人强嘛该，强了主持节目，什么？大步走，干嘛？又不是3寸金莲。我强的啊，你按歌唔可以啊？也没么做淡本也没。哎呦，真人都强的啊！冲啊！耶，过了这座桥，你就可以当男子汉了。是西来人呢。对呀。 Yes。过了。我看跳白纸写是全部在那散读，按着动作散啊，散的中间是系小桥，然后用的天因都要动江穷桥先啦，啊，我就动白纸是，该信对信上头，自家行人的，我就上人呢。哎呦！心脏神哭了，哦，不敢走，我很大就赶快跑。新义乡係啲中央山脈嘅區域，山又高又陡，頭擺幾年來來去去，除咗意思細細嘅線橋。2013年，老橋嘅福德線橋重新做過，1年過後，挑工橋面嘅琉璃鋼子橋就做出來嘅，還上到英國媒體來報道。唔驚死嘅朋友啊，就得來挑戰看下誒。哎，群眾，人家地方哦，看到動有特色的特產的，吼，哎，看到了有一團來看下，來看下。好哎，你要哪有什種的？么可以吃的吗？梅子啊，还有梅金糖啊。来梅子，当我是来买哦。中奶普州哎，哦，所以村长吃啊，不用钱的吃啊。还有这个梅金糖也超好吃啊。梅金糖好哎。哎呦，哦，这个好吃。你嘛該？梅花，梅花，用梅下叫嘅叫梅酒。哦，用梅叫嚟叫梅酒啊。所以这个梅酒是用这个梅米酒啊。对，唔係，你梅酒。哎，你你怎么喝那么少啊？在我面前对呀，多一点的。没有，等下熬整罐的。哦，好烈哦！这几度？45度啊！还有带这么大？我的喉咙好烧哦！烧哦！梅酒属于水果酒哈，它一定要有42度以上，哎呦，才能够保存。平常喝的不是都是甜甜的吗？这个怎么那这个是么辣？蒸馏的。蒸馏，那哈特别的，喜欢喝烈酒的我们家里那个是酿造的，是拿蒸馏了再去泡梅子酒。哦，那蜜头不错它了。这个叫蒸馏酒。我不会了，干杯啦！哎呦，都喝完了，再来一杯吧！你喝酒的样子好帅哦！好帅哦！太少了。干杯！没有，是大酒。喝酒喝吧！来，来欢迎你们了啊！耶！哎，纯总，这一摊卖的酒真的好喝，这摊是谁的？可以帮我们 A 一点东西吗？村长。对呀，这个是那一位是我的太太，苗凤勇。所以谁你说你要考虑你啊？这一摊是你啊，黑爷啊？两竿不卡了。你要不考？对了。哇，总没坐凳让俺跳古人家不看，跟业绩是讲等下俺就坐凳随便俺拿。刚好掉。说什么？昨天了。松本感呢？什么重量份呢？这个最便宜。最便宜啊！我没进哦，来，好哎，那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吗？这个可以吗？这个也比那个好。可以哈。唐阿道做得唔是錢包走，一什麼啊？做起冇現象嚟，前輩貨嘅3人組讀到前後貨嘅村作，結果就會一殺一包，拿到東歡喜喲。啥嗎？哎，人家突然你落咗了吼，要說呢信義鄉農會酒莊農產展售中心。俺講對的也是很愛炒的。你有冇講？看沒上。俺讀的是安尼。哎呦，哇，大拇哥的，第一名呢，厲害！全部太搞看人面色呀。沒，俺是霸王冰。霸王冰啊！哎呦，要吃一只才能走，要不然没有辦法路過這裡。沒有辦法，我只要回這裡，不管春夏秋冬再冷，我一定要是本呢。冷天是本。突然你落去，冷天一定要是本。哇！哎，没人，你们发现
客人来了，哎，按住我嘅咯，你好，你好，认识啊？你的叔叔呀？海梅，杨梅好，你好。我的自己咧是霸王冰，哎，安尼哦，好啦，面料，你打败了两个月生马甲病呢？啊，双麒麟啊，双麒麟后生。梅精，然后酵素作为双麒麟，古寿黑梅子作为双麒麟。梅子、哎，某是高哎。酵素跟梅精，哦，甲色卡伊对肠胃浓厚通。浓厚养生，养生美容，哎呦，越吃越漂亮哦。哇，该是来三级。来，了耶。真件係沙馬嘅鐵盤呢，無色嗰位莫嘢口味，要做得食唔食切，小中國當然無生意了。呀，酸酸甜甜，梅的梅头有冻葱，T 白色都按用的米头，哎，真你好吃嘞，会有一种美酒的味道哎。两道酱油诶，是两道，全推吧，是两道地方，菜油梅的双麒麟，哇，哎，终于特别嘞，全台灣將矮長就發到屯咗嚟吃霸王冰。講係唔拿錢來食餅，其實係沙馬嘅好人嘢啦。真件嘅山太王鹹油披薩，也就係行業愛來嘅新義鄉同富村嘅車村咗。俺還做得對家最好，你哋沙沙嘅當到變咩到？就係佢，大家團坤啊，見到沙沙係乜嘅關係呢？因為吼，忽然間人家出賺個賺來吼，是因為人家不下，因為動錢，因為咩重重賺來，是按叫賺來辦賺來辦，只看到一家兄弟姊妹吼，大家是動錢啊咧。你係乜啥？來露台，你露台啊？兩個 T.C. 跟阿姊 ，T.C. 阿姊，兩個孫誒，你係孫誒？哦，真啊，真啊，真啊，嗰個冇啊，講咩？好啦，就講，人哋條迄類吼，我就準備講泡茶本嘢條洗，啊個裝條토마토本嘢條帶裝去洗。哦，唔使按緊，慢慢來。你係嗌啲特別嘅特產啦。好，誒，家己沙沙些時間有看過佢？有啦，有沙沙些就一搞乖，一搞乖就蠻搞乖，就蠻搞乖。你小時候很調皮啦。好，又嘛，夠出，叫嘛該調皮嘅事情，老闆講。阿 Q 嘅然後會顧切嘅咩？我背面，我背面就俺是裝的啦。我唔得我俾講嘅。真嘅咯，些時間有做埋個壞事情。我些時啫，一槍，天波頓佢就做得爬，做得爬上去。什麼？他現在會爬，你會爬電線桿呀？我小時候超會爬的，可以爬很高哎。你係會啊？個韓語一行啊，就一號聲一個佢考試啊，考了10分。10分啊？仲跳着，媽媽我考10分，10分，你總分幾分？100分你考10分，給他滾你。打他，你打他。最好吃的tomato牛排，要沙沙，所以你代表新義鄉，吃下去就沙沙。比較老的吃下去都沙沙嗎？做成種技巧白嘅，哦，當然就讓人打拼，洗酒泡茶，有個技巧嘅。你咪個義山喺哪個管家之內啊？哎呦，哪個管家？那新義鄉個，全台灣省吼，最高嘅門牌好嘛？就係同福村咧。考了10分，10分啊！仲跳着，媽媽我考10分，10分，你總分幾分？100分你考10分，給他滾你。打他，你打他。今日談到啊，啲一個弱小我考10分，我勁跳嚟做嘅啥就打嚟啦。大家10分，我考10分，不要跳，我按好，10分就唔會壞嚟啊。但我很乖啦。對，有啦。你要說有一點乖了，有一點做是唔好講，我做是冇乖啦，有啦。那慢慢就乖到底下就按乖了。按乖。對啊，可能人哋全台灣性，可能就冇比其他乖。中意按快。哎媽有快，按摩凊彩扣嘛，我扣比10分還多。咩啊？那有人創意講搞什麼講？哎，我今天要教你一個，明天要教你。沙媽會懂做是交男朋友嘛？沙媽，沙媽冇嘛？
按快哦。给她第一个男朋友是给她老公呀？系啊，俺弟就往两天啦，俺弟就往两天啦。要不然你想怎样？好啦，叫叫几个人去一度啦，你是买全部买，全部买是要给8天。诶，咩就要夹巴啦，免要夹巴。面对露台见呕出嘅秘密，沙妈会躲唔掉诶。日日向大家来食托马多，莎莎嘅阿 Q 自家种嘅啦。啊了吼，那鸡丝虫吼，研磨花，伊讲吼，你按这啦，啊湿吹吼，那要湿吹了较好吃。那最甜，唔免讲最甜，伊底巴度吼，较无籽。较无籽，啊，你拿了哈就较油脂，还有籽哎，啊，多削开红一点的是不是？不是啦，不是，没有，他说一般的这个拿到市场人家不要，因为它长得比较丑，然后这叫猪肚番茄，就好像我们猪的那肚子一样，哎，但是他说这个是最后出来的最好吃哎，它的籽少，因为俩日夜温差大，啊个因为俩高海拔吼，该温度就是比乌龟你干嘛笑他的客家话？较人个些就比生长就较慢，所以因为俩这边토마토你老是细啊，还个拿乌龟个토마토来切，就因为俩梅较纯。哦，米头较哎，米头较头马豆的米头，哎，较纯，啊个叫较硬。哎呦，看到吗？哎呦，你好厉害哦！最好吃的头马豆牛排，要沙沙，哎，吃下去会沙沙，就是对，所以你代表心意香，吃下去就沙沙，好吃的意思。比较老的吃下去就沙沙吗？明年新义乡的番茄公主就是她。沙沙。讲嘅按度，还系日日本录嘅美食节目嘅主持人来监听困难嘅，顺来托马多专家用麦法讲法父母，实力超第一。熟你看吼，俩熟啊海吼，哎我俩去多，我饲嘛该，饲爱恁就饲唔团咯。对啊，要自杀豆，籽较大，伊磨该沙沙，哎，磨沙沙，有沙沙较好食，较好吃，较无籽，较无籽，啊伊湿起哦，较甜土较油，啊因为俩籽哦就较酸，较酸啊，较酸，系较酸，啊个沙沙就较甜。真嘅哦，我买啊 tomato 所以买新义乡诶。哎，啊，毋过吼，俩地图的吼，你市面上吼拿唔到，拿唔到，佢讲诶较济啦，较济佢讲济，啊所以较济你买到哪位去？冇，我所以该从档吼，我就摘起来，你去看是吧？真有点好吃。啊不，这个你试吃看看，吃起来就不同，哎，这个肉好多。对，那个肉比较多。哎呦，啊，然后吼，真的哎，过来吼，我就拿介绍。啲高山中嘅青菜品质当好，山龟又做得老平庸隔开来，农产品嘅价值只都当好。阿 Q 讲，啲新义乡无苦嘅港中人，所以很早就做嚟赚钱。种到好熟嗰時，我拉就推5年，我就搞本期咧。哦，你天意推诶？誒，天意推，啊，我退休咧啦，唔可以做咧啦。我做村長技巧牌咧，我做村長較好，不要做村長啊，做村長，做點出去。當然就讓人打屁，洗酒、泡茶，有個技巧咧。所以講吼，我就為做村長，我先到了第五屆了啦，做到一環去，還要個升咧，升到我死嘅。能夠到第5屆，以為你做真勁好，冇做冇好冇因為設計啊。我個線的啦，他每次要選，我們都要回來站台，有多累，你知道嗎？莎莎有拿你站台嗎？來啦，是的，是用幾十多個嘞。因為大家都認識媽媽，媽媽回來比較有用。媽媽回來有幫忙去拉票，來拿票嘛。媽唔是忙個拉票，我就做暗號，真係成就選人咧。阿 Q 真見同好講笑呢，其實種托馬多算係沙媽嘅祖傳事業，對莎莎嘅外國幾台就開始種嘅。阿 Q 要做村長，要種托馬多。上述家族生業嘅同時，未照顧好同富村嘅村民，就認證村長要當好嘅名聲，爭做得連得總5件呢。哎，太公，你想嘛該？我想車。該你要同學會嘛該？我同好啊，同好誒。東山堂還是寶樹堂？寶樹堂嘅寶樹堂，寶樹香香嘅寶樹堂。有乜地咯？我都唔地。啊，你家出嚟咧，我家講啊，我出個拜，你冇拜，你要咩地咯？
姑说妈底嘞，相掐，香掐，哎，巨蟹，蟹就叫掐，哦掐，相掐。那看嘛该同好诶，富林啊，宝书，宝书，报书筒，宝书筒，你妈妈想嘛该，香掐，加嘛该桶，冻书筒，是不是啊？报书筒，冻书筒。莎莎，你的客家真劲爱个加油哦！听讲阿 Q 种嘅토마토係用一種特別嘅技術來做，日日停停落去看耐。阿 Q，你啊看到了吼，是tomato 的叶啊吼，你的栽种方式係嘛個方式啊？俺哋栽种方式就有較新的啦，哦，俺啲動物有特殊嘅，哦，有特殊有特殊，比較棒哎，就棒哎，所以我们走横的，它可以生的很多层。下尾有一条，下尾嘛有一条，还有下背嘛有一条，哎，所以它可以一条，它攀藤那样按用，不会把松鱼按用。所以佢用過嚟吼，就講人哋做的摘到20層。像你安尼就兩圓有嘛，摘鐵。tomato 上面太重，它没养分不会失态。哦，所以这样养分才会了，它不会人生不会外遇就对了。对啦，比较专情的，对啦，专情的话就是会长得比较好。对啦，像这个都是某鹿茸。某鹿茸是什么？马鹿茸。某鹿茸就没有用的意思。某鹿茸。对啊，像这个盖子，这跟我们以前的方法都不一样，现在都是比较新进的。以前阿公在种的时候并没有这样。哦。阿公在种的时候就是直的。让到这边我们就采不到，然后这个果在这边太重了，头轻脚重，头重脚轻，就它就折断下来，就死坏掉了。对，看莎妈解释的非常清楚，都清清楚楚。俺实在，然后俺把按了，他看到两个是火烧。火烧，哎，啱講嚇，天數講嚇，如果阿爸搞人哋嘅就冇聽咯，你一個眼都幫改良過誒，眼都幫佢看住點，你看眼咧跳。几条没tomato条？个茄子，下面有种茄子，它是尖尖法，它是茄子头，它有点像那个我们接那个高阶梨的类似一样的。比如说一个出来，它可以接不同品种的梨子，对，它可以接各式各样的梨子，所以它是茄子的头。对，然后再高阶出来接番茄，这样子，它的这个番茄会比较稳，比较知道它接茄子头是什么意思吗？茄子比较不会死。对。漂亮，因为茄子它一样是跟番茄是同一颗的，同颗，啊，它比较抗菌。講到種tomato嘅技術，阿 Q 就專業唔講少咧。冇想到tomato咪做嚟用夾嘅技術嚟做，韓國係大黃種嚟提高產量，真嘅冇看過喎。阿 Q 雖然好講笑唔正經，不過頭腦當好喎。也按多年來，新義鄉嘅高山tomato未喺市場上打出名聲。牛tomato已經賣得到幾百口，係每日葡萄高效，新義鄉嘅新興特色。喺東埔嘅路上，規路位就看得到一袋又一袋嘅tomato葉，冇唔錯啦！一下村中阿 Q 帶定大家就愛去東埔位，上面還有一個露台喺啲呀，車服嘅人定屋。兄弟姊妹總共有11三呢。就拜吼，就挨扒，该下就较辛苦，该做长辈，该做媳婦，穿毛巾，然後談唔講吼，就啲吼，就叫腳毛，腳毛就挨扒老奶奶就拄啊，就當做當省嚟啲掉嘅啦。哦，挨啲掉就土生土長誒。哦，姑說你是你啊，你爺爺啊，表妹啊，在新屋啊。穿某洞錢，賺不到錢。姑送你們都要披風啊吼，然後就是做該那個香茅，就弄，就該香茅，香茅油，香茅。到底是做什麼的？表啊，那有表啊，哦，咩腳啊，腳啊，要看腳啊，哎，表啊，咩腳表啊，幹嘛啦？到底是做香茅油還是拔？因為剛來的時候，都係先就該香茅油吼，該較日本時推，就香茅油做啲買本日本面，就好穿啦。好穿將就帶眼眉咧，就下來，嗰時將眼咧就做成出嚟就出神啊！你都叫佢要真正輕風咧？輕風啊！哎。
我讲假熊啊，去爬过玉山呢。他们也爬过啊。你生你某地方早爬玉山的。刚刚讲爬玉山的爱这山，你会爬吗？你会爬吗？嘛有啊，你要甲玉山迄哪个管辖之内啊？哎呦，哪一家管辖？马姓以前到全台湾省吼，水果跟门牌号码，就乃同富村咧，而喺门牌号码就同富村北峰1号。哇！真正的门牌号码最高的，全台湾县哪个门牌号码是最高的？哇，天堂呢！同富村哦，大家同富村村长。北峰就做是来管的，大概主峰来管1/4。哎呦，主峰，因为你玉山有发生到安排了小 case 像安尼一片真文钱，一片大嘴骨，真紧当欢喜。看得出来，沙妈还有兄弟姊妹，感情都当好哦。研究某讲学法，今日咧上个节目，帮我学习当道。所以我希望讲，咱班若系有机会，我会尽量来学。因为平常我也是出外景，但是我觉得跟客家平常非常不一样，是我觉得在这边会有更多的人情味，而且他是在讲一个故事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边会感觉到更多的温暖。9月1日，天也暗暝，撒下来主创秋高本开传堂嘅西下橋了。新义鄉菜天面食料理，福記了。来介绍下，一定要说那个。这两个，散猪皮，猪皮哦，哎，胶原蛋白啊。哇！对哦，来，小钟啊，刚你还没整猪皮，你要中那个大瓜，它好像小鸡，就像冬瓜嘛。小鸡，这一瓶吃一次你就够了，所以了，都中间牛筋的口感。哦。好真的，其他可以什么生都按钮的料理。好的。伊哈最主要哈，就你就要去摘那个토마토，要采那个토마토丝哈，就替我去。那个토마토，你新义乡的特产啦，本地特产。哦，两番茄炒蛋。来，哦，来，我看看哇，哦，来，哦，眼果中哎。哎呦，果中哎，晒太果中哎，这边好吃哦。所以呢，看到眼中的东西做点好吃嘞。我俩，金龙鱼清蒸。哎呦，按太低了。按太低。这么大块。是干的，你看看。金龙鱼最好吃的地方，羊肉很有 Q 劲，最重要还有弹性。所以讲吼，人家较硬吼，就唔强硬食。唔强硬食，就太低。大口吃哦，因为它是蒙米啊，它讲你有两口，蒙米会留要地方，什么米按之谁？现在什么米沙沙，我觉得很多客家话。哇，这个好，最重要，杨妈妈香嘛干。你香车，布书筒，东山筒，只迄东山再起，谢谢。